国际消息，咱要来看二六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有几万的极右派人士去耶路游行，不过却发生冲突，场面是规个乱糟糟。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谴责暴力，那以色列左派头人嘛批评极右派人士的行为是种族主义，嘛是欺负弱者的表现。 大批的极右派人士向前行，为了要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6月战争攻占耶路撒冷城东部的游行活动起混乱。 犹太裔甲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组成的反战组织基心共行的成员甲记者一直互人乱。 pogromists and the shopkeepers and the civilians that are walking around. 也甲巴勒斯坦人受冤家。极右派国家安全部长班茨韦尔带到东耶路撒冷阿吉萨清真寺时阵，游行的民众情绪正嗨。以色列国防军政府参谋长戈兰也是作为反对派领袖，对旧城今仔日的情形发声明讲，这不是爱耶路撒冷的表现，这是仇恨、种族主义，还有酷强欺辱的表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发言人卢戴纳讲，以色列一直伫咧加沙发动战争，一直入侵阿吉萨清真寺，还有伫咧占领区成以色列国旗这寡叛乱的行为，拢威胁规个地区的稳定。 根据几60年来的协议，伊斯兰第三大圣地也是巴勒斯坦民族身份象征的阿萨克清真寺，犹太人是该叫做圣殿山，是犹太教上神圣的所在。这嘛是约旦的伊斯兰信徒伫咧管理，犹太人会当入去内面参观，不过袂使伫咧遮祈祷。班茨韦尔长期以来争取伫咧这个所在祈祷的权利，伊即天的访问，互巴勒斯坦甲约旦谴责。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